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继承着5亿房地产的姓赖的高中生的命案。家属甲律师来质疑：第一，死者可能是去互下毒；第二，死者可能是去互人车落楼骹；第三，死者可能是互杀害，再搁互车落楼骹。家属甲律师认为有这3种可能，所以一直向检方提出着证据。不过，即卖传出讲，检察官找出着10大证据，排除高中生是去互害死的可能。赖妈妈委任律师真侪摆来到地检署申请证据调查，因为因怀疑赖姓高中生的命案有真侪疑点，无怀疑高中生死亡可能是互人下毒扣人车落来，或者是互人害死，才惊讲是废楼顶栽落来。不过即马嘛传出检方找出10大证据，反说毋是人害死的。亲像怀疑高大成即期高中生扣人下毒，嘛提出尸体手有健康的证据。检方调查尸体无出现毒品的反应，房间内底、美女罐内底嘛无毒。手骨头的健康是医护人员注油啊造成的。不过委任律师无法度接受这个讲法。左边的没有皮下组织出血，但是右手边的却有皮下组织出血，就是说左边的是符合死后的针孔，右手边的却是符合生前的针孔。那为什么在同一场急救里面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针孔？还有一个讲法是高中生可能是扣人车落来，不过检方比对针边啊管的管度力后，认为要将170公分管的高中生车落来，下先生一个人是做不落来，而且伫咧针边顶嘛敢验到高中生一个人的肝和皮肤血啊，不利个律师嘛搁一摆提出伊的质疑。那为什么是坠落在离大楼这么近的地方？好，然后他这个轨迹的动线，他也没有去交代。那敢会是心防害死？落尾才惊讲是为楼顶栽落来假现象。检方认为5脏六腑破去，真侪所在骨头断去，为关楼栽落来受理的。不过律师讲，高中生敢有扁仔骨断去，无可能是为真悬的所在栽落来。而且即马佫传出，迄栋大楼的8楼、3楼，拢敢若是下先生的厝。高中生到底是为倒位偏落来，值得怀疑。相当程度上，我们可以知道8楼跟下家有关系，检方去考量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从8楼坠落。真侪疑点，唔互家属和律师听袂做，即马个民众想要招大家去行路控区，怀疑高大成就伫咧网络顶铺文，呼吁大家较冷静咧。嘛讲确实有人将行路控区制造对立，特别搁插这个案件。律师嘛强调，真多谢关心，不过无希望大家出来控区，相信检方会秉公调查，互家属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